张被无地址，实在予人愈嫌疑。还是转送搁带邮票，看着好笑又好气。这斗底是啥物人，这呢无了乱创治？较紧来拆开看卖，原来阿花你，阿花也会写情诗。阿花啊，喂，我则想袂晓呢。什么代志？你著住伫阮隔壁，为什么佫写票我？你对阮甲孙有情义哦，你干脆甲讲就好啊嘛。呢，阿强，那我就歹势，那我唔敢讲啦。一张被真趣味，被中情话牵长时。也有画着迄两粒红桃，中阁有一支钱。这斗底怎样解释？叫阮怎样来读起？我看来穿到阿土。原来阿花伊对阮有爱的表示，这斗底是啥物人，这呢无了乱创治？来拆开看卖，原来阿花你，阿花也会写情诗。